还是宋孝王亲手所写，亲手所画的。对呀，我们就在这里等候宋孝王。老杨说：“不知宋孝王的脾气怎样了？”哎呀，小儿他哟，他算平了。哎呀，儿啊，是朕想为你快平来了。哦，是恩师来了，恩师你可要举我的名啊！请臣下官啊！哎，下官我要到儿郎为朕下圣礼。老杨说：“不用客气了，应该，应该。”宋小王，伸手过来，我来替你帮忙。哦，哦，哎呦！啊，恩师，我身体是什么病啊？你呀，身体乃是急性病，急性病是怕是光火太旺了吧？这怕是营养失了吧？此病不要紧，数日以后，因奉太尉手打，太尉手打以后怎样？哦，一起心花成意。你想，喏，四两人家真俗气，气接气哦。有这个比喻，岂能长夜宿阴嘛？哎，这眼下恐怕有不了。案发当条是。
哎呀